我来继续要来讲这个台铁的便当，一直拢真抢市。其中这个排骨便当一粒才卖60块，俗够好食。但是即摆有网友咧嗨餐，讲这个台铁可能会来停卖，下摆食袂到咯。台铁是来回应讲，排骨便当是台铁品牌的精神，袂讲凊凊彩彩就来停卖。目前中南部甲花莲、台东拢也有咧卖。北部地区因为便当的种类真多，产能不足，所以才会来限制数量。早起时间10点外，上山车头卖便当的所在，才打开门做生意，都已经真侪人伫咧排队。大家要买的是这款便当。卤卵、卤咖、油金，到达就是青菜，搁一大地卤排骨，安尼1份60，小个大碗。即马所传出想要食无话。有网友铺文，进前伫咧台中买到上买一粒60块的排骨便当，讲4月初3开始已经无咧卖，敢有影？对这件代志，台铁回应：中南部、华东地区逐工嘛是当买到，北部地区是限量批。主要关心是北部便当种类多，有80、100、120个卖卖特色的便当，所以60块便当无定到逐工买到。卖完了，比较少人买得到啊，太少了。推测还不错，好吃。我听很多人说，他们都会买60块的，而且说又便宜又实惠。想要食到60块便当真饿，还阁看运气。若是有伫咧卖北部重点，一工敢若卖5粒便当左右。台铁嘛强调，排骨便当一直拢是经典，上受到欢迎的菜色，嘛代表台铁康棒绝对无遐尼简单的失去。豆干排骨80块，2个160。那通勤族一般上班族买来买，根据台铁统计，去年开发36种便当，卖931万粒，收集赚超过8亿。今年到2月为止，收集已经超过1亿。有民众会支持和捧场，嘛互台铁赚钱赚甲又细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